小朋友咧，如果專注力不足咧，好多時候因為個腸胃影響，腸胃吸收唔好，營養上唔到個腦，就唔能夠集中精神，唔能夠專心。腸胃好嘅小朋友食飽飽，個腦咧啲血供到上腦咧，坐好定，然後咧讀書記憶力非常好嘅。所以如果你嘅讀書，你嘅小朋友唔能夠坐定定讀書學習有困難咧，歡迎你過嚟，我同你睇清楚究竟發生咩事。如果男仔今年9歲嘅話咧，媽咪咧就捱多幾年咧，基本上咧佢長大咗咧，思想正常咧就冇咁辛苦啦。但係如果我估計你個仔咧，你捱多30年到咧，39歲佢就會生性㗎啦。因為而家咧最新嘅研究咧，男人要40歲先生性。如果男仔唔肯飲奶咧，有咩辦法可以解決咧？好簡單嘅啫，你就照用奶粉沖，去到最尾加1小斤嘅阿華田，你就同佢講呢個係朱古力奶。咁好多小朋友唔覺嘅，飲咗都唔知咩事啊。如果唔夠，你咪落多少少。咁然後咧，爹哋飲一杯朱古力奶，或者媽咪一杯朱古力奶，然後你又再加多個藥奶，咁啊撈埋，自己揀啦咁。咁飲完咪搞掂咯。小朋友嘔奶係咩原因咧？有時咧佢由於極度嘅肚餓，咁咧佢好想好快咁樣食落去。第一件事咧，媽咪嘅家長咧有責任地控制佢嘅飲食嘅速度。如果飲食過快嘅話咧，好容易加入咗空氣入邊咧，佢哋一個胃一反一胃一頂唔順，同埋由於小朋友嘅腸胃暫時未係成熟，一次過放太多嘅食物、太多嘅奶喺入邊咧，佢即刻就會反胃嘅，因為個胃頂唔順，佢唔想放咁多食物或者液體喺入邊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加強呢個腹壓，就會逼晒啲嘢出嚟。所以咧，大家記住飲奶咧要慢啲，吞時間要長啲，就算肚餓都係咧要有個速度，盡量咧飲開佢，唔好俾佢一次過飲太多。小朋友咧，尤其是 BB 仔咧，飲完奶之後咧，你哋要點樣可以令到佢感覺到飽咧？因為其實佢飲完奶咕咕咕咕咕，佢只係入咗個胃，佢係未 feel 到飽㗎。點樣飲飽咧？就咁樣啷佢。啷啱晒個位咧，佢就會感覺到個飽㗎。咁你哋記住飲嘅時候咧，邊飲邊啷，慢慢順時針逆時針都冇所謂嘅。咁咧就將佢嗰個胃咧同埋個腸嗰個奶咧係完完全全分佈晒全部位置，咁佢就會有飽嘅感覺啦。小朋友咧，如果經常怕熱咧，要考慮佢嘅脂肪會唔會過多。脂肪過多嘅小朋友，尤其是肥仔咧，佢係特別怕熱嘅，因為咧佢着一件冬天嘅衫，呢件冬天嘅衫咧就係佢嘅脂肪。其實佢唔需要着咁多呢啲冬天嘅衫嘅，原因就係因為飲乜凍嘢太多，飲乜凍嘢太多咧，個身體咧就會有一股脂肪去保護佢，唔好俾佢凍親，因為佢身體入邊太寒啦。